想玩幣安 Binance 期貨，但又驚爆倉？其實只要用得啱單，用好下單面板，風險就可以控得好好。一定要設定止蝕同止賺價錢，冇好貪心。第二步，記得選擇合適嘅槓桿模式 ，Isolated 逐倉，可以幫你限制最大虧損，唔會晒冷一鋪輸晒戶口資金。如果你冇經驗，建議用逐倉。雖然 Binance 支援高達120倍槓桿，但無好諗住用最高槓桿就發達，高槓桿爆倉風險極高。建議新手最多5到10倍槓桿已經夠刺激。用 Binance 嘅圖表工具可以清楚睇晒走勢，設好止蝕點，其實好簡單。做足功課，唔使心跳加速，炒得精明，輸少啲贏多啲。好多高手用呢幾招穩穩陣陣落單，例如短炒以太坊，回報直達103%。最緊要有風險管理，先有機會大賺。快啲去 Binance 開戶，未用我落面嘅推薦碼註冊，即減手續費啦。